有冇聽過有伴犬，即係陪伴老友記嘅狗，為長者去減輕孤獨感，提升佢哋嘅身心健康。沉靜嘅安老院舍，因為 Fruity 嘅出現，笑聲不斷，帶嚟朝氣同活力。5歲幾嘅 Fruity 係拉布拉多犬，出生喺導盲犬世家，但係受訓之後發現唔太適合，轉職做有伴犬。舊年12月起進駐呢一間屯門嘅私營安老院舍，成為大約60位老友記嘅伙伴。咁我平日喺個房嗰度冇咩嘢做啊，最多睇電視嘅啫。但係如果今日同佢玩，我哋去公園嗰度咧，以前咧就自己得一個人，或者同啲院友傾下偈啊咁啊，隻狗活潑好多啊嘛，對我幫助梗係我覺得好開心啦。但係對其他人佢哋咧一日瞓喺床嗰度，本來好悶嘅，見到隻狗嚟，嗰隻狗嚟，阿 Fruity 又好聽話嘅，咁大家摸下頭，摸下耳仔，咁啊佢哋都好高興啊，即係覺得自己咧就活得好開心啊，即係活得好尊嚴啊！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1年前開始試行有伴犬服務計劃，訓練咗6隻有伴犬，全數已經出更。展開呢個服務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同院舍嘅同事同埋個團隊咧係做一個起碼30小時嘅訓練嘅。無論係員工或者係院友同狗互動嘅時候咧，要注重一啲咩事啊？譬如點樣去睇佢嘅身體語言啊？點去辨識佢究竟係開心唔開心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希望擴展至更多服務對象，例如小朋友、殘疾人士等。香港而家我哋尤其是老人家啦嚇，面對其中一個大嘅挑戰呢，就係好孤獨，冇人陪嚇。佢哋就由一個被照顧者咧，就一瞬間變成咗佢係照顧隻狗啊！即係呢個變化對老人家嚟講，會帶嚟一啲唔係用金錢、用食物可以帶嚟嘅歡樂嚟嘅。由於導盲犬需要符合嚴格嘅標準，有一半受訓嘅狗都做唔到。但係其實佢哋本身性格溫順友善，而且前幾代都冇咬人嘅記錄，因此可以成為有伴犬，發揮陪伴同探訪嘅職能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瑜報道。